自备饮料杯新5块新政策，伫7月1日正式实施。对此，环保局自6月便发函予饮料店、素食店等商家进行政策宣导甲辅导。伫政策施行的第一天，担任环保局长谢世杰、副局长陈信芬以及环保局同仁来到东区一间便利商店视察自备饮料杯政策实际情形。台湾地区呢，每年使用的这些塑料的饮料杯，就是一次即丢用完的，那将近呢40亿个，那所以造成我们环境很大的负荷。倘若能够完全回收，那还好。问题是这些饮料杯呢，基本上呢回收的情形做的还有待加强的空间。但是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饮料杯的问题，一次性的这饮料杯呢，我们鼓励呢，我们连锁饮料店、连锁超商，然后还有这些连锁的贩卖店呢，能够呢鼓励民众自带杯具，也就是说，你自己带一个饮料杯，然后呢到这些便利商店或是连锁饮料店呢去购买饮料的时候呢，店家呢会省5块钱，也就是本来比如说一杯咖啡本来是50块的，那会少5块钱，最少少5块钱，变成45块。这样子呢，用这样的诱因，希望呢民众呢能够自带杯具，然后减少环境的负荷。自备饮料杯新政策不但让减少塑胶容器的使用，为环保尽一份心力，而且还会当省钱。这个政策嘛得到民众认同和支持。很方便啊，因为自己带环保杯还可以折5块钱。希望大家带自己的杯子啊，不要用那个塑胶杯或者不好回收的纸杯。自备饮料杯这个政策对了环保以及民众的荷包拢有大大的好处。不过，嘛有部分业者烦恼新的政策会增加营运成本，但是有愈来愈多人重视环保以及减塑减废国际趋势之下，业者会当配合执行。因此是希望政府会当增加一寡补助，减轻因的负担，无嘛是会当羊毛出在羊身上，起价来应对。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